来看台电甲民营的卖料电厂有签25档的买电合约，原底电厂1号机应该伫咧6月底就停止运作啊。不过电厂讲发电量无达到契约规范的，所以就继续放。环团着质疑电厂营业误上作业，今仔日去监察院陈情，呼吁监委就爱来调查。我们要终止合约。大声话口号，几落的环保团体伫立法委员声援之下，随里到监察院陈情。环保团体质疑台电甲民营的卖料电厂签25年的买电合约，本来电厂的1号机应该伫咧6月底停止运作，不过电厂所以发电量无达到契约的规范为理由，得到延续，继续毒害混林的管民。你们以为云林人没有声音吗？你们以为云林人老弱妇孺都没有尊严吗？财团想要赚的钱1毛都不能让他少赚，那为什么还要同时牺牲人民的健康？难道不能去买再生能源，买比较污染比较少的电？环保团体质疑专案有误上作业，向长期关心相关议题监委寄费用陈情，希望监委会当调查行政院长杜永泰、经济部长郭志辉、加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是不是违法渎职？我们的政策是要转成燃气，而且是减煤政策之下，它要转，所以它已经做好那个接收站，环评也都过了。那为什么不做呢？还要再演绎，所以这个我想我有必要再了解。监委强调，会依照环保团体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详细调查，查清楚合约是不是有疑点，抑有相关官员是不是有疏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